欢迎来参加祷告会。现在要邀请大家来站立，我们起来敬拜神。耶和华是行了大事的神，阿妹吗？阿妹。拍手，一起来拍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将云彩当遮盖，夜间使我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是的，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再一次，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赞美、欢呼献给这位行大事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主。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一起来领受神丰盛的应许。你仰脸保守你所爱你，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云的里攻击，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你仰脸保守你所爱你，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云的里攻击。
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拯救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相信。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拯救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拯救我全心全意敬拜你。主呀，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你是那应许的主，你是那不离不弃的主，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我们凭着信心信靠你，追寻你，顺服你，我们就必能看见你那丰盛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要全心全意的侍奉你，我们要背起十架来跟随你。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献上生命，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爱的耶稣，完全的顺服，完全顺服，完全降服。是的，因为你的恩典，你使我们有这个福分来侍奉你。是你的宣召，我们没有怀疑，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主耶稣，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因着你的恩典，使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这里；因着你的恩典，使我们可以祷告来到你的台前。你的施恩座彰显天父上帝的慈爱，因着你的恩典，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代祷的人，能够为这个城市、为国家、为教会、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守望、来祝福。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站立在这里服侍。谢谢主耶稣，若不是你，我们可能不认识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们可能是没有永生盼望的人，我们可能还在埋怨，还在苦难当中。即使是在苦难，因着神你的恩典，所以我们还能够来赞美你。愿你来赐福，透过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看见，在人生的苦难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神你的主权在掌管。愿你赐福，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恩典里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透过见证会，一方面要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苦难当中，你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赞美？我们今天见证是可能因为我们经历过了，那是不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也可以赞美，我们也可以感谢？这是最不容易的。通常我们都是经历这些的医治啦、供应啊，或者是上帝的保守，我们才来这边见证，对不对？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看到今天的读经进度在，如果你还没有读的，我们就借着这机会来读了约伯记的第1章18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话语说：当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吃饭喝酒，看哪，有狂风从旷野刮来，习其他物。唯有我一人逃走，来报信给你。约伯就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俯伏在地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没有犯罪，也不以上帝为狂。愿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晚上我们透过见证，可能是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神的同在。但是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它能够俯伏敬拜是在什么样的情况？是有一人来报信，又有一人报信，说还在说话的时候，一连串的这一些一连串的上，灾难就不断的接踵而来。那个人跟你讲的时候又来了，那个人跟你讲的时候又来了，对不对？人生没有比这样更惨的吧？有没有？跟你的旁边说，你没有比约伯更惨。既然我们没有比约伯的生命更惨，我们有能够赞美因为连他这样的话都可以赞美，都可以敬拜，那我们呢？连他都可以见证上帝的大能，不是吗？他在见证上帝的主权呢，对不对？赏赐的是谁？收取的呢？你呢？你会不会
啊，我谈的呀，我努力打拼的啊，那为什么会一夕之间就失去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透过今天哦，我们来思想哦，一定要经历了好多的丰盛，我才可以见证嘛，或者是你即使是在苦难，你可以勇敢的面对那个困难，或者是那种病痛的时候，可不可以见证？可以呀。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上帝给我们坚定的信心跟忍耐，即使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哦，即使是没有被医治的，还没有被完全医治了，你可不可以赞美？你可不可以祷告？你可不可以向他感谢？可以的。所以我们从约伯的这个信心跟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靠哦，我们看到是他得安慰，或者是感受到神的力量帮助他，勇敢的迈前哦，从财产一波接一波，到最后白发人送黑发人，不是只有一个，是怎样？几个？全部7个哦，就是他所有的这一些的儿女一起吃饭，不立马讲分散风险了不？哦，你知道在之前他在献祭的时候，他常常为他的儿女做一件事情哦。做什么事？献祭的时候惊因得罪上帝哦，所以他为他们在怎样守望祷告。你会不会觉得说，上帝啊，我都为因祈祷，哪一个拢死了了？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约伯虽然在苦难当中失去他的财产，还有他的子女，但是他这时候说我不爱信你啊啦。我们做读者都知道，是上帝跟撒旦做一个什么赌注。如果以世上的人来说，因在赌局，你知道吗？哦，看他是因为因果的关系，因为利益的关系，所以他信靠你嘛。不然给我试一下，上帝说好啊，你不要伤害他的性命就好，其他你都可以。那表示说，上帝很肯定什么？上帝很肯定约伯的信心，即使是在你要看这财产都没去啊，一夕之间一下子，然后呢，儿女都死掉了哦。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给予约伯，也提醒我们，上帝也能够足够给你在患难困苦，可能你正当面对的这一些的苦难的时候，也给你有信心继续去面对。有人是受不了了，对不对？你知道昨天发生什么事吗？你知道我们在后面发生什么事吗？今天我的那个信奇告诉我，爸，你知道吗？那个头分开了，那就有人从那个水利会的大楼跳就听说就是听我儿子说，头跟身体就分开了是什么原因让他可能受不了，所以用这种方式？如果应该跳楼，是谁要去跳？约伯，对不对？他人生很惨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给予他在苦难，在这样的一个失去，他依然怎样敬拜，依然在那边宣告上帝的主权。所以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可以见证上帝的大能嘛。他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们常常可能在告别礼拜会听到，对不对？赏赐的是什么？收取的。你出席你有带上面来不？离开也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认知，我们知道说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可你会说我父母给我的，
而父母得到的是从哪里来？所以一直往上推嘛。这位神给我们所有的，所以当约伯仍在苦难当中，他仍然敬拜上帝哦，痛悔、剃头哦，然后在那边俯伏敬拜，他顺服在上帝的主权。我问我自己，或是问我们每一个人，你会这样做吗？我通常看到就是啊，不管啊，这个时间我就是不管了，反正那种埋怨就很多。我们看到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就会，即使他是很坚定的信心，但是如果面对这样的话，他还是非常的埋怨哦。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约伯他是怎样，他展示上帝的主权，赏赐的收取的在于神。因为他这样的宣告，你直接击败了撒旦的控告，你知道吗？我们来思想说，他跟上帝讲说：“都是你给伊有这样保护，不然给我试看看。”所以当他被收去的时候，他依然还在那边去敬拜，或者说宣告上帝的主权，赏赐的在耶和华，收取的也在耶和华。表示在跟撒旦打脸，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啊，跟上帝的交易，然后对约伯的控告是怎样失败的？不是因为这样，如果因为这样，可能约伯就怎样，我不爱给你信了，不爱给你信到啊。所以约伯的反应证实了他的金钱跟利益怎样无关。是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敬畏哦，所以信仰不全是因果关系可以说明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就见证了，即使你是在这样过程，你是见证到上帝的伟大跟全能。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苦难当中仍然要敬拜上帝。我们从保罗跟希拉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不对？当他们在敬拜、在赞美，是手铐脚镣，是铐住，然后被鞭打的时候，然后他们在半夜，他们在监狱能够大声的这样的一个赞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赞美带来的力量，使他们的脚镣、手铐都脱落了，连监狱门也被打开，这是一个神迹啊！所以主可以告诉我们说，即使是在苦难的过程当中，我们仍敬拜的时候，神迹就会发生。就是会帮助你在敬拜、在赞美的过程当中，那个安慰你、那个扶持你的力量就进到你里面。甚至我们就看到保罗、希拉他们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发生。所以一直在想说，每一次我们在安排见证说，哎，你有见证通讲无？你是要很多的经历才可以讲，还是说你正在患难、正在苦难当中，你也可以宣告说：神啊，你的主权，我顺服，我降服在你的主权。这是对我很大的提醒啊！今天我在准备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一个提醒哦，干嘛一定爱作好啊，作战啊，我预备好我才来见证，不是我说。其实你要困境当中，神给你有勇气，没有像那些人一样跳下去，而是你依然可以面对去承担，这个就是见证嘛。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作为你的扶持，然后你仍然相信他，你继续选择信靠他，这就是一个见证，而不会让你中途就离去。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是因为这样，他在苦难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他就转信了，很可惜啊。之前我听了一个医师就是这样哇，讲了很多很多，但是听说他最近去拜其他的，很可惜所以求神来怜悯让我们真的是在整个这样信仰的过程不管是顺境或是逆境我们都能够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凡事都能去面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透过约伯，我们开始再回到
第1章来看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苦难当中依然可以见证神你的主权，打脸撒旦，挑战上帝，说约伯的信心是因为上帝你把他顾得太好。但是在那种患难困苦的当中，他依然感谢宣告，依然表明神你的主权。他只是一个管理者，我们只是一个管理者，你是一个所有者，你是一个掌权的。他剃头俯伏敬拜，表示他臣服在神你的权柄底下。主啊，这个都不容易，但是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学习。即使是在患难不顺遂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赞美你，可以感谢你，可以俯伏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计划，其实我们都做读者都知道，但是透过这样整个过程，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并不明白。但是透过这一些的约伯记所看到，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不一样的计划，不一样的时辰，不一样的你要让我们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点。愿你赐福帮助我们，不管是哪一个点是顺利的，或是我们正在承受的这一些的艰难，都有上帝你的保护，你的扶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让时间交给我们的区长哦，然后你就继续带完之后带祷告哦。轮到我们第9区要来见证主的恩典哈。那我们第9区有许许多多的人报名要做见证哦，然后甚至在那个截止的我说星期2中午截止，结果有人星期2中午，然后还再传了一个见证给我，这样子，好，真是感谢主，好，很踊跃的来见证，我们就赶快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个要做见证的是曾阿秋哈，他在前不久才刚受洗，那他从当志工开始，然后一直到成为基督徒这样子哈，我们来听听看他的生命见证。哇，好紧张哦！今天是第一个。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叫曾阿秋，今年1月8号才刚受洗。然后我会选择受洗，是因为上帝在我人生最无助的时候安慰了我，医治了我。110年9月，我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挫败，我的婚姻宣告结束。这个痛曾让我歇斯底里，彻夜难眠，心痛到不行。然后在我伤心欲绝、无法入眠的时候，我跟上帝呼求，我说：“上帝啊，我的心好痛，快活不下去了，请你帮帮我。”然后很快的有个声音，他回应我，他说：“人生中还有很多重要的事，你的身体健康最重要啊。”我马上就想说：“对呀，没有了健康，一切都是空谈。我还有个女儿，我不能让她为我担心。”然后瞬间我的心情就平静下来，就没那么悲伤了。然后同样的回应一共有2次，都是一样的回答。然后第3次我的心情还是很不美丽，很低潮，睡不着。然后我又问上帝，我说：“上帝啊，如果此刻是我人生的尽头，我人生的最低谷，我还能做什么？”这次隔了10分钟才有回应。然后他说：“你要感恩啊。”我心想，对啊，我的人生过得乌烟瘴气的，就是因为我太爱抱怨了。我的人生就是被负能量、抱怨给搞砸了。于是我就开始感恩，然后就是从过去到现在的，就一直很感恩这样，然后不知不觉也就睡着了。我原本是一个很安于舒适圈、不容易改变，也很害怕改变的人。没想到我今天可以在这边先做见证。
后我明明知道自己有很多缺点，可是就是无力去改变。可是想当然尔，上帝给我这颗炸弹有多震撼。那上帝也知道，像我这么顽强的个性，就是要透过这么强烈的方式，才会让我彻底觉醒、彻底悔改。虽然改变很痛苦，但上帝很爱我，他先为我预备好了一切，及时的接住了我。首先，他打开了我的眼睛跟耳朵，他让我看见对方的苦，让我选择放手，让他去追求他想要的生活。然后，上帝也松开了我的心。如果没有上帝，我的心到现在还纠结着，还是很痛苦。说不定就跟牧师讲的一样，我就是跳下去的那个人，根本不可能站在这里分享我的见证。感谢上帝。接下来，上帝又安排了多位的教会的姐妹，一个撑住我的左手，另一个撑住我的右手。在那段很伤心难过的日子里，他们陪伴我，为我祷告，为我祝福。我记得头一次他们在线上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当场感动到痛哭流涕。最后，上帝又给了我这3个重要的回应。他让我铁齿的我选择相信他，让外表看似坚强，内心却很软弱的我选择依靠他。感谢主，他给我刚强壮胆的心，让我真能做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终于有力量去改变我自己，努力成为想要的自己。感谢主赐给我智慧，让我用不同的视角把苦难当成一种试炼跟管教，而不是灾难或报应。感谢主医治了我，帮我快速的从悲伤中走出来，缩短了痛苦的时间。我不用悲伤的躲在家里，不用担心害怕别人的眼光，不用自责，不用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懂得认罪悔改，把苦难当作垫脚石。因着这个人生的大转弯，反而让我在主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苦难真的是化了妆的祝福。感谢赞美主。以上是我的见证，谢谢大家。好好听的见证哦，真的是感谢神哈。那我们接下来第2个要做见证的是富娥姐刘富娥哈，那她也是去年才受洗的哈，那她要跟我们分享她是怎么样子走到教会，那为什么会留在教会，一直到她为什么就受洗了，我们一起来听她的见证。牧师，各位姐妹们，大家晚安。崔文长老讲了那句话就说对了。我为什么会进到教会？我在2020年在家里，因为我过去是做业务的，业务呢，我会桃园市骑机车是四处窜来窜去的。我就虽然是我不信基督教，那个时候20几年前不信。但是我在中山路，桃园中山路看到有一家教会，哇，那个外观非常豪华漂亮，而且它的十字架就挂在它的大门口外面。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这个十字架就摆在它的大门口，让我印象深刻。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不晓得一天下午就这样子一路过来所接受的宗教我都接受过了，接触过了，但是过去佛教、道教我都去接触了，也都有受到神的恩典是没错。但是为什么会进到这里？那天下午不知道，就是一股力量，我要去找中山路那间教会。那个下午就有一个信念，我心中就有这柱十字架。那天下午，我真的就毫不思索，机车骑了就往中山路走，结果真的我印象中的那一间教会我找不到了，没看到了。没看到之后呢，那就好，就回家吧，我也不想再去绕别的地方了。从中山路绕回来之后，经过成功路，有一家天主教会，
我看到有教会，可是教会是归教会，但是我骑车过去，他教会在这边，我要顺路回去之后，我在对面，我就停下来几秒钟，我在看它的里面的外观。那个时候我的心思意念是，我是要进去吗？可是我的心里很笃定，走不是这一家。好，那既然不是这一家，我就还是继续往回家的路上了。成功路，我要往内坜方向的时候，我从成功路转往中华路，绕进三民路可以转进复兴路的时候，我经过中华路，又让我看到十字架了，迦南教会。结果我真的迦南教会也是在左，我要依我的方向是在左边，我又是在对面那，我就停下来了。这间教会是不是我要进去的呢？好像神的牵引，我没有思考，进来了。我那天下午是这样进到迦南教会，结果进到迦南教会的招呼我的是纯净，然后纯净看到我之后呢，他就问我来意什么的，就坐下来，因为我完全是陌生，教会的环境我什么都陌生，要谈耶稣基督我根本谈不上，但是他招呼我，他要跟我谈，他似乎也不晓得跟我聊什么。后来找张毅兄、张毅哥来跟我谈。张毅哥，我跟他聊，他真的有跟我聊哦。聊了几句话之后呢，张毅哥跟我讲一句话：你问我的问题，因为我很懂得问问题。我问的问题，张毅哥说：你问我的问题哈，我回答不了你。我去找牧师，本来是要找应验牧师的，应验牧师那天下午不在，结果他就找上我们的老大游牧师来了。结果游牧师那天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游牧师在。结果下来之后呢，我第一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游牧师看到我，因为我是坐着，游牧师就像泰山一样这么高。我坐下来往上仰望一看，哇，哪来去做像泰山那么高？可是游牧师看到我的眼睛是，他眉头是皱着的。我不知道他的对我的看法印象是什么，但是我那时候心里是有苦闷，我才会进教会的。我那天在家里，我说我想去教会，我想去教会，心中有十字架，中山路那一个十字架，我才来找教会的。那天我进来，也许是神的牵引，让我进来迦南教会。结果那天下午，游牧师招呼我，带我到那个桌子旁边，跟我对应谈话，谈到最后，他跟我谈，来，我们一起祷告。然后他带着我完全不会祷告的人嘛，第一天来到教会，游牧师带着我为我个人祷告。之后，游牧师又单独的为我祷告，真的是神的旨意。神借着游牧师的爱我的神，借着游牧师的口对我讲说：“我愿意承担你的罪。”哇，这句话简直是这一箭一个爱神的箭，射到我的心脏了。各位不要误会是所谓的爱神箭，我想的爱神的箭是爱神爱我的神的爱神，你不要以为丘比特的那爱神，那是用射的，但是我那天说他是用刺进我的心脏里。他讲的那句“我愿意担待你的罪”的时候，我知道这绝对是天父借着游牧师的口对我说话，因为我意会得出来。回去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我过去所犯的，因为我人总是自己犯的错根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有时候我们一点一滴小小的小错误，你不要以为这没事，但是那个还是有罪的。后来他们一直邀我，曾经有邀我礼拜天来做礼拜，他很担心我不会来，结果礼拜天我真的来了。曾经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他好高兴，真的来，他真的非常高兴。结果那天游牧师跟应验牧师一起吃，我们在餐厅见面，吃过饭之后见面之后，游牧师说：“我也不捌你，我哪讲这句话。”可以见这句话就知道说，代表是神借着游牧师的口对我讲这句话，我感受很深，所以我这句话永远会记在脑海里面。就这样子，我一直就没有中断过。
继续的来参加，又碰到我们的小英组长。我最佩服的是，他是见我一次面，就一直介绍我到我们17组来。我那时候对他是完全是陌生人，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没想到我第2个礼拜还来的时候，他还认得出我来，这一点是让我最佩服的。我还背对着他，还能叫出我名字，还能招呼我，我就很佩服。就说这个缘分真那么深，我就这样子没中断过了，就这样继续走。2020进来之后，接着崔文长老邀我跟他做 RPG， 我就没有拒绝，后来小英组长也加入，我们3个人就陆陆续就这样继续做 RPG。到了2021年，2022，今年2022那年，我是客家人，有一所学校邀请我代表他们学校去参加客语演讲比赛，我没有拒绝，我答应了，因为这客语我会讲，所以我没有拒绝他。但是你演讲比赛是他要给你3组题目，那3组题目你必须自己撰稿，自己要写稿，自己准备，然后还不知道你要演讲哪一篇。我那时候 RPG 的时候，我就请崔文长老跟小英组长跟我一直为我这件事祷告。结果到了6月18号，就在去年的6月18号，2022年的6月18号，比赛那一天，我在教室里面等着，就在桃园国小等着抽签。我抽到是6号，我是6号排6号，前面就陆续抽的时候，我就请天父来做主。天父，因为我一直准备的有3篇，准备的是第2号那一篇，我准备的也比较充足。我就想，我一直只要准备充足的那一篇来讲，但是抽你不知道你要抽哪一篇，我就请他们祷告，真的坐下来静静等的时候，我就跟天父赐天父说，我抽签的时候，我该抽哪一支签？结果给我一个讯息，你都不要考虑，你就抽最左边那一支签就好。我就等到轮到我的时候，我真的没有考虑。轮到我去抽的时候，我真的照天父的指示，抽左边那一支签，2号，是我要的，也有请祷告达成的。过了之后呢，我又印证了一句圣经中的祝福：应当一无挂虑，不要凡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你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腓立比书第4章第6至7节，这篇让我感受更深。所以6月18号参加比赛结束之后，7月我接受受洗。第一个高兴的是崔文长老，在电话中我就听到他笑的声音，让我觉得他真的是笑得合不拢嘴。他的笑声，我从电话中远远电话中他就听到他的笑声了，所以可以感受到姐妹们的爱。就这样子，这今天就是我的见证，感谢。好，谢谢富儿姐哈。真的是他这一路上来，其实他还有后面也有很多的见证哈。他经历的生命当中，身体，哎，刚刚护士讲的那个磨难的事情，就是副业，都还有这个经验可以再讲。对，好，下次还有机会。好。是，好。我们会保留机会给你再下一次续集这样子哈。对，好 ，OK。那我接下来是19小组的纯净姐哈，她就是在那个时间截止前1秒传给我的，她是用影片哈，短短的影片，她很有感动，说我一定要讲这样。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
家好，我是纯净当我在读到约伯记的时候，起初我都看不懂这篇经文到底在叙述些什么的语义。我非常的纳闷，对于约伯记，我只看到皮毛，也很好奇他所经历过的苦难和我以前所遭遇的苦难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感触颇深。刚开始看的时候，看没几页，我眼睛就合起来了。那等我再睁开眼睛看的时候，我的眼睛又蒙又花，老是没有耐心去把它看完我只好开始求告于主我开始祷告，我会认真求主赐给我智慧含明亮的眼睛果不其然，我竟能清楚的阅读，而且有耐心的去看上帝把对约伯的苦难最后变成化妆的祝福我感谢主主是垂听的主让我的生命不同我将这一切的荣耀全部都归于主。谢谢大家。好，在礼拜六我们坐在游览车要去淡江教会的那个路上，他跟我说，他那约伯记他反反复复已经读了3遍了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他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是19小组的素兰姐那素兰执事那对她是一个个性非常保守的人，然后也很不喜欢改变的就是这是她的这样的个性，但是神就在这一些事情上面向他挑战。好，我们来听听看。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对我很紧张。好，我来到教会，我用一首歌，那个前面4句。今天翠芬才唱了。我为什么？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为什么来到教会？”尤其我是第1代基督徒，其实我家里没有人接触到这个福音，可是我来到这个教会，我先唱歌。因为主的同在，我真平安；因为主的同在，我真快乐。因为主的同在，因为主的同在，我心开阔。好，就是因为这，真的是我来到了教会，真的是我很平安。我来到教会，真的我很快乐。我来到了教会，我觉得我的心宽阔了，开阔了。因为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可能。好像跟我稿子不太一样。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是在9份的后山一个大厝坑的一个地方，那个都是挖煤矿，好像很辛苦。可是到了我懂事的时候，我不晓得我哥哥姐姐、爸爸妈妈的辛苦，我都是听我爸爸妈妈讲的。所以呢，我的妹妹们呢，好像有送人了。倒数第2个要送人，倒数第1个也送人所以说很多的事情。后来我跟我最小的妹妹，我爸爸在我20来岁的时候过往，我最小的妹妹有回来看爸爸。那时候我好像，那时候我也不认识，不知道我也不认识主应该是后来我再回到那个。我跟我妹妹讲，我好像寄了一本《活出美好》给她，应该是我信主之后，我寄了一本书给她。我在跟她讲说，其实很多时候家庭亏欠了你，其实我们不晓得你的生活过得这么的艰难，这么的贫困爸爸也没有看到什么样的家庭，就不知不觉就把你送走了。对啊，所以说他很埋怨，对我们在家里都很埋怨，到现在他跟我们都没有办法相处，他觉得那个就是没办法融入这样子。可是我跟他说，我们对你的亏欠，爸爸妈妈对你的亏欠，就只有上帝可以来弥补你这样子。好，题外话，再来呢，让我有勇气站在这里见证上帝的信实跟慈爱。其实
翠芬邀请我的时候啊，我跟她说见证，我好像每天都差不多平顺的生活对呀，我好像从小都是乖乖牌，从小都乖乖牌，我也没问题，也没什么，也很懂事，就是很乖乖的。我家有7个小孩，我就是老四，从来也不吵也不闹所以我跟他说，可是我生活一直没有什么见证我又不是很积极，我不喜欢复杂的事我就是平平凡凡，我就是很简单的生活。后来翠芬长老跟我说，你相信上帝啊，你愿意服侍啊，这就是见证了。我说哇，这么简单，所以底下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说见证了，因为我们都相信神，我们都愿意服侍，这个就是怎么样，就可以来分享见证了。好，所以呢，我今天的见证真的没有神迹奇事，看不到神迹奇事，可是在我而是一个生活信仰的一个分享，还有我的生活中上帝要来改变我。还有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挣扎、怀疑到顺服的一个过程。真的，我相信，我单单就是相信上帝的创造，也知道耶稣为我的罪而死。但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常常说那只手机就打败我了。我实在是不喜欢3C 的东西。我每天虽然在办公室打着很多的文件，可是我就是不喜欢3C。我常常忘记了，就是那个手机。常常忘了带去办公室，人家找我的时候，我跟他说手机在家里手机在家里。对，所以呢，我很单纯，我知道我自己的信仰我来教会20年了，我知道我的信仰一直停滞，就停滞这一个地方，我自己跨不过去。不晓得是我太理性，还是我不愿意去改变，因为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真的，我很传统，我又以我先生为主，我就说我们家的先生是老爷的。可是我在教会这么多，其实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我先是在大陆，他去大陆工作很久，所以我受洗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我就带着小孩，我小孩有小儿礼，所以我就2000年的时候，我先在大陆我就受洗了，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也没反对。那常常就这样一天，很多的时候呢，他也习惯了。他知道你礼拜天都不在，不要晚上也都不在对呀。所以我觉得我的信仰停滞在一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信仰的大家庭里面因为我自己的个性还有观念我的改变我觉得我真的是不多。信仰上，我想更多的追求。更多的服侍，可是就有阵时真的是无修无练嘞。20年还无修无练，我嘛唔知是安那。我常说我今年刚好60多一点。我常常说，我现在的人生是要为主而活，为主而做但是我就是火热不起来我不晓得怎么做我工作上很认真我觉得我从高中出社会到现在快40年了，我每天的工作态度都一样。我也愿意服侍，但是这火热就是火热不起来。我现在是每个礼拜3早上我就请特休，我就来参加小组姐妹的读经分享我就觉得说，在每一个神在每一个姐妹，我们小组的姐妹，在每个姐妹上的身上看到不一样的很多的改变，还有恩典。我也愿意接受上帝的调整、破碎还有改变，来恢复神原本创造我的样式。好，再来我翻页，再来我就讲到最近的。其实这样看下来，我应该是一个很不想改变的人，很不喜欢改变的人。我记得我在公司那以前手机还没有这么发达，那老板跟老板娘，老板是建筑师，老板娘是律师，常常说叫吴姐看手机，我就想到还要请同事来说叫吴姐看手机我真的是我的名字还真的取得好，就吴姐，很多的数学解答我也上去，我就是吴姐我应该是一个很怕改变的人话说就提到了去年11月的时候有一次主日学同工老师开会的时候刘牧师就说明年就是
112年的4月2号，我们要转型为亲子礼拜，啊，就是下个礼拜咯，下礼拜了。从那当下11月13号，我们主日学就转型为亲子礼拜，直接都搬到隔壁去了。哦，这时候我的脑袋瓜就想了很多的问题啊！哇，我们同工不足哎，还有奥福音乐也不是我们目前老师所熟悉的耶，还有我们教材是不是要改变啊？我们电脑音响啊，这几个月来我都还搞不定哎。啊，我就很谢谢小组长还有美秀啊，他们都愿意来服侍，还有门禁的管理等等的。其实啊，每次开会的时候啊，区长在这里，每次开会的时候啊，我都会提出很多的问题，我所看到的问题。可是每个老师都跟我讲：“素兰姐不要担心啊，素兰姐不要担心啊。”我说：“我不是担心，我是把我问题提出来。”哦，所以呢。这时候啊，我后来在年底跨年的时候啊，我没有来到教会，可是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亲爱的上帝，我全然顺服教会牧师、区长、还有长老的带领，我要改变我自己的想法，扩张我自己的境界，我不要焦虑，因为要有信心，因为一切都是神掌权的，教会要走出去。”其实要传福音，不能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所以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孩子，就从亲子礼拜开始，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带给家长，还有幼儿，啊，在幼儿的信仰扎根。我们与上帝同行，上帝必定会一路的带领。所以感谢神。虽然教会决定下次4月2号我们要回到教会的6楼啊，可是感谢这差不多有4、5个月，这期间给我们老师同工的一个激励，要我们同工老师啊，不能再有自己的那个想法，我们一定要成长，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也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在幼儿服侍礼拜，也愿神加添我智慧跟力量，让我服侍越来越甘甜，从单单相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信心。让我这个信心可以当一个胜过这个世界的基督徒啊！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苏兰姐哈，她一直说她都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她愿意顺服啊，去做她不想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就是改变了哈啊！感谢主。那接下来是17组的素珠姐哈，那她是我们很棒的一个姐妹哈，她从偷偷摸摸来教会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她固定的参加小组也参加 RPG， 然后又很乐意的要成为同工，所以她就觉得我需要受装备。有装备课程，他要报名第一个的越来越勇敢这样子哈。我们来听他的生命见证。大家平安，很高兴能来见证主的恩典，感谢赞美主。自从婆婆病倒到现在，刚好满3年，照顾婆婆的职责全落在我这唯一媳妇的身上。在这个期间，当然也有遇到身心灵软弱的时候，还好都能靠主所赏赐的力量顺利的得胜。但随着婆婆失智症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导致一些怪异的行为，让我负面的情绪严重的产生，心里就想着，难道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话语要成真了吗？但身为基督徒的我，知道这样的负面情绪是不符合主的旨意，也不讨神喜悦的行为。此时，这样的身心灵受煎熬，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心里就会呐喊着：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并且祷告主赐给我一颗像主爱我的心一样，让我来爱婆婆，并且也在小组的 RPG 里面摆上代祷，求主能够挪去捆绑我内心
负面情绪的祷告，让我能够行出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行为来。奇妙的神真的出手了。有天在等待要听早上6点的迦南之声之前，感受到主对我说话了。主说：“你为何要对婆婆产生负面的情绪呢？你为何不想想，你在打拼事业的时候，婆婆为你照顾小孩，而且帮你打理家庭，让你无后顾之忧。你有什么资格对你婆婆产生负面的情绪呢？”就在这个时候，婆婆之前的好全然的涌上我的心头，突然之间，闷在心里的沉重压力全然释放了。当下我马上跟主认罪悔改，求主来赦免我。从此之后，那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就远离了我。即便婆婆再怎么怪异，我皆可全然的接受，不再生闷气了。感谢主成为我的依靠，后面照顾婆婆的路，我就不再害怕了。因为申命记31章8节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也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感谢主的话语，做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步步的引导我，每一步都是往他的方向前进，不偏离。感谢赞美主。最后，我真的忍不住要大声高喊：有主真好，能当神儿女真的太幸福了。阿们。素珠姐她包括在录这个影片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历经波折，都是偷偷，就是趁着老公不在的时候，赶快要把它录好，这样子哈，真的是也蛮辛苦的。我们要继续为他祷告。好，来接下来的见证是由我来做见证啦感谢主能够在这里为主做见证哈。那我今天的见证分成3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那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确诊，然后就导致我的娘家陆陆续续有9个人也确诊这样子哈。那在许多家人被隔离的状态之下，我的妈妈就肚子痛，然后送到急诊去。当时只有我刚好满了5天，然后于是我就进到医院去陪妈妈。那因为我是我家里面的老幺，那一直以来我都是觉得天塌下来有哥哥姐姐，然后所以我的个性又胆小又软弱哈。但是这次因为陪病的关系，就面临很大的挑战。那在医院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医生就是对我说：“这妈妈年纪这么大了，这风险很大，做这个有生命的危险。”这些惊悚的话语就是不断的出现这样子，然后还都需要签一堆的单子。好，那我真的是害怕的不得了。然后我的妈妈又因为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就进了手术，然后又在醒来的时候是在加护病房里面，没有人哈，就没有我们在，然后在加护病房里面又被绑手绑脚，然后又插管，然后不能讲话这样的，然后他就因为在那样子的情况底下，他受到很大的惊吓，所以在他回到普通病房的时候，他有好几天他是没有办法合眼睡觉。一闭起眼，他就做噩梦，就很害怕这样子哈。当时这个好软弱的我哈，我真的是需要很坚强，我才能够成为我妈妈的帮助跟依靠。
那我就一直在心里面都是一直宣告着，神是我心里的力量，神是我心里的力量。那感谢主，神真的是我心里的力量，使我能够勇敢去承担这些挑战。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在这一段期间，每一步都有神的恩典同在跟预备。好，那像是妈妈发病的时候，我刚好解隔离这样，然后从没有病房到有病房，然后我们还遇到很棒的护理师，他是基督徒，很和善的啊，然后常常为我妈妈祷告。然后还有手术风险是很高，但是都很平安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后来我们要换到台中荣总，是非常非常难挂号进去哈，但是神也很奇迹式的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挂进荣总，然后真的神有说不尽的恩典哈，然后但是在经历过这些恩典在这些当中，我每一次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仍然心生焦虑，然后在祷告的时候，仍然不免心里面有怀疑，我这一次上帝仍然会恩待我吗？然后所以我都对神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感谢主，上帝的保守胜过人的小信，哈利路亚。对，感谢主哈，上帝真的是信实的主啦哈，那不因为我们的小信就是他的保守胜过一切，这样感谢主。那第三个部分是分享经历丰盛主恩。那在这次的跨年祷告会的时候，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坚定的相信，就是觉得我在2023年一定会经历丰盛的主恩。那我就经常憧憬着美好的恩典临到我。可能像牧师一样啊，得到那个5星级的饭店的之类的。但是我现在明白哈，神要给我的丰盛恩典，是在每一个困境、软弱无助的时候，能够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早已在前头为我预备。感谢主，我所信靠的神是在我知道或不知道，我看见或没看见，一直都在的主。那最后我借用今天的金句来结束哈，在诗篇16篇第8到第9节，我时时体会上主在我面前，他在我身边，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自在。我真的体会上主就在我的面前，好，那个平安赏赐给我，感谢主，好，一切荣耀归给神，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为教会的事工代祷，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约翰福音15章第7到第8节，请。而我的话也常存在你们里面，你们无论要什么，求就会得着。我父亲将因你们结很多果实而得到荣耀，而你们也因此成为我的门徒。我父亲将因你们结很多果实而得到荣耀。我们要结很多的果实，但是我们要怎样才能够结很多的果实呢？常跟神连结，将神的话常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办法结很多的果实啊。那我们来看，我们教会需要代祷的事工，为教会的事工祷告有这些项目哈。我们为信徒灵命更新稳定祷告，单独会主；为长职同工的服事与家庭；为4月起儿童牧区亲子礼拜就要开始正式运作了哈。那为4月22号我们东山河的关怀活动，有很多的小组哈，借这个机会邀了很多的组员去参加哈。那同心合一
的建立基督的身体新堂宣教中心使用与设备的运作，那为教会推动双福宣教，有圣灵的大能同在。为着牧区与社区连结牧养兴趣小组，包括鼓舞班、体适能、江南好声音、桌球班、松大德福等啊。然后也为各区牧区的小组关怀、牧养与倍增来祷告哈啊！那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教会的事工来祷告。谢谢你，在这里，教会成为我们的家。主啊，主啊，你要教会在这个地方来为你发光。主啊，你要使用教会。主啊，这个教会要成为见证你的教会。主啊，这个教会要成为能够吸引完人来到神你面前的教会。主啊，主啊，我们要透过教会种种推动的事工，来带领人来到神的当中，让人得着这个福音。主啊，主啊，主就来在我们的每一样事工的规划当中与我们同在。主，每一样的事工当中都能够被神你来使用，大大的宣扬你的福音，使人得福。是的，主，谢谢你。主啊，你的话是生命的泉源，求你赐我们一颗渴望你话语真理及渴望在祷告当中与你连结的心，使我们的生命更多被神提升，让我们不再只是求吃饼得饱的信仰，而是能够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成为真正跟随主的门徒，多结果子，使神得荣耀。教会推动双福宣教，求圣灵大能同在，使人走进教会，心被恩感，生命得着祝福。也透过牧区与社区的结合，来让福音更容易被人接受。主啊，教会在牧区的关怀与牧养上，更需要有主你爱的律在每一位区长、小组长中来心中发动，使他们能坚定、持续、不灰心，为人代祷，将人带到主面前，生命得改变更新。更求主纪念那愿意承担牧养使命的同工们，愿他们的服事、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都蒙你加倍的恩待。主，我们4月亲子礼拜的正式开始，4月22号的关怀活动，以及这些社区开办的所有课程，求主使用这些事工，使更多人能够认识神。主，我们看见福音的需要，主，愿你呼召更多的同工一起参与，能同心合意，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继续来，接下来我们要为社区事工代祷。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5章1到2节，请。的人分担他们的重担，而不求满足自己。我们每人要为其他信徒的益处着想，来建立共同的信心生活。好，我们的重担要互相来担当，我们要来为社区事工代祷。来，我们来看要代祷的事项。第一个，成为社区朋友得着福音与福利的管道。第二个，为松大开学、松大校长、同工们及课程安排、老师、学生与教会连结。第三个，为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理监事、志工队长各组事工进行能够顺利。有生命教育组、安家银行组、恩友关怀组、健康咨询组、社会企业平台、乐龄组、社区关怀据点。好，那我们一起要来为这些社区事工代祷哈，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为社区所有的事工来祷告。主啊，求你推动双福的意向，领人归主，成为社区朋友得着福音的与福利的管道，让人不只是身体肉体上都得到饱足，灵里面也要得到这样一个福音的一个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要接下来为中大的校长、同工们以及所有安排的课程，无论是老师、学生们之间的关系连结，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成为福音的出口，让人来到这样一个学校，就能够认识主耶稣，成为他们一生的帮助。主，谢谢你，特别要为全能生命教育协会的理事、理监事以及志工队队长各组事工进行顺利，生命教育组、安家银行组、恩友关怀组、健康知行组以及社会企业平台乐龄组里面的社区关怀据点。主，愿你带领教会兄姐们能够委身热心，让神的托付能够多做主工，多结果子，荣耀神，见证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神能照着我们运行在我们迦南教会团队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阿们。我们再一次的站立，我们要以这首诗歌来回应神丰盛的应许。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与你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与你里捧起，你将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你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是已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们依然站立，我们要为我们肢体、身心灵来代祷。用主的话，我们一起来宣告说：上主啊，你把完全的平安赐给意志坚强的人，赐给信靠你的人，要永远信靠上主，他时刻保护我们。把完全的平安赐给谁？意志坚强的人赐给谁？信靠你的人哦，我们要永远信靠上主哦，他的时刻保护就在我们当中哦。
特别是为这些肢体他们不是自己在承担，而是因为有这个大家庭，所以不管在实体线上，我们都能够为他们来祝福。特别为维杰张平这对是来销了内销我们为了2位长老的儿女们要在这里来一起见证上帝的爱我们奉主名来祝福，这是真的4月1号我们要为他们祝福那为了这些年老体弱的因为我们都经过那种负担那特别是70几岁要照顾90几岁的这个真的不容易。有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状况就是起起伏伏我们奉主名来祝福特别让这些年长者他们在这人生的最后阶段的这个过程，依然是充满神的恩典那我们也为着在面对听到癌症就心里惧怕的那可以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靠着主给他们的力量。那我们为他们来祝福。有一些人是自己在承担，那我就告诉他们说，多祷告都有能力，多人祷告你就更有能力那为这些病痛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面对各样的这些的病痛，我们恳求主来医治，来释放，也让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不管是在哪一个器官都是神所创造的。愿主医治的大能充满在他们当中。最后我们也为这个失去亲人的哀伤求主来安慰那刘宗让弟兄这个潘美丽姐妹的先生已经这个告别礼拜完了，我们特别为这个家族孩子有小儿媳还没有坚信你那我们为这些的孩子来祝福来祷告那我们也为丽梦姐妹的妈妈蒙主恩召也预计在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在苑里教会有这个告别礼拜牧师跟同工也会下去愿在失去亲人的哀伤，因为有神的话语的安慰还有就是主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可以帮助他们走过这些的哀伤所以我请我们弟兄姐妹在1、2项我们请这边的弟兄姐妹来为他们来祷告就是结婚的，还有这些年老体弱的那我们这边就为了癌症为这些病痛，还有家有世上者了。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守望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主施恩怜悯，来到你的面前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你是后世百物，你是要将一切幸福来赏赐给敬畏你的人，敬畏你的人必然蒙福，大大小小都在神你的保守看顾。主，我们也看顾这些年长体弱的弟兄姐妹，他面对在人生的历程当中，他们享受神你美好的创造、美好的恩典，但是在年岁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有软弱、有病痛、有衰弱，愿你来保守看顾他们在人生的最后这一阶段，依然保有神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主啊，我们特别为了这些癌症、这些病痛的弟兄姐妹，恳求你医治的大能，特别是在面对开刀完、面对这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求神来掌权，让他们减少这些副作用，让他们勇敢的面对他们病痛，也求主医治的大能，除去这一些拦阻他们来亲近神，让他们害怕的。主，奉你名来祝福，也特别祝福这些家有失丧的亲人这些弟兄姐妹，求你除去他们哀伤，让在信心里面看见神你给他们的永恒的盼望，也神帮助他们擦去他们哀伤的眼泪，让他们继续奔跑在神你为他们预备的道路上面。谢谢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一同聚集，能够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来祝福。特别为这些年轻人要在神你的面前立下永的约定的时候，主啊，求你把你的爱浇灌充满在他们当中，让他建立一个家庭是有主同在的家庭，是有主赐福的家庭，是主你带领他们前面道路的家庭。主，我们谢谢你，也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年老体弱、癌症，或者是这一些的病痛的，在面对很多这慢性疾病的，主你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的大能者。我们奉你名，求你捆绑一切这些不属神的这些的癌细胞离开我们弟兄姐妹，在他们经过开刀、经过疗程的过程当中，让他们经历你完全的医治。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这些加入世上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知道他们的哀伤，主啊，因为耶稣基督付上代价，但是他从死里复活，给我们成为这复活盼望的出手果子。愿你来赐福帮助，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主你的话语的安慰，在主你所赐给他们信心盼望里面，看见有一天将要在天上与亲人在相约在主里。愿你来擦去他们哀伤的眼泪。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边能够彼此来代祷，彼此来扶持。主，你说两人以上同心合意我们一起祈求祷告，就没有什么不能成就的。主啊，你怜悯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住院的弟兄姐妹当中，主啊，你知道最近这几天我们有弟兄姐妹在开刀，求你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很快的恢复他们健壮的身心灵。愿你来赐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再一次来宣告，主要行其事，要在大能当中来看见神的奇妙作为。我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铺着云彩，挡着盖，夜间是我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德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拍手将荣耀归我们主，哈利路亚！我们依靠你，就能够施展大能，因为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谢谢主带领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的运行，让我们进入到你恩典的宝座里面，能够享受主你的同在、你的恩膏跟你的赐福。
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彼此来祝福啊！上帝与大家同在啊！赐给你们平安，请坐。